主后2025年3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耶稣背叛丧失亲人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7章第1节到35节。耶稣讲互民众听的话拢讲煞，就入去甲逼龙。有一个罗马军官，伊所重用的仆人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军官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找几若个犹太人的长老去耶稣遐，请耶稣来医治伊的仆人。这个长老到耶稣遐，恳切求伊讲，这人会堪得你甲伊帮赞，因为伊爱互咱犹太人，搁甲咱去会堂。耶稣就甲因去。耶稣得要到伊的厝的时，迄个军官找几若个朋友来甲伊讲：主啊，毋通劳烦你，你来阮兜，我袂堪得。所以我才毋敢家己来见你。你只有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因为我是互人管的人，嘛有兵互我管。我甲即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的仆人讲，你做即个，伊就去做。耶稣听到这话，对伊感觉真意外。活转身甲缀伊的群众讲：我甲恁讲，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我都还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。受册的人转去军官的厝，看到仆人已经好去。过无偌久，耶稣去一个城，叫做拿因，伊的门徒甲规大群人缀伊去。耶稣要到城门的时，拄好有人扛一个死人出来，伊的老母孤孤生即个囝，阁是官妇，有一阵城内的人出来送葬。主一个看到即个官妇，就可怜伊，甲伊讲毋通哭。然后耶稣行活去，还扛新尸的价，扛的人就停骹。耶稣讲：少年人，我甲你讲，起来。迄个死人就爬起来坐，开喙讲话。耶稣就将伊交互伊的老母。众人拢非常惊吓，将荣光归互上帝，讲：咱中间有出现一位大先知啦！佮讲，上帝有看顾伊的子民。关系耶稣即个风声传到全犹太甲周围各地区。约翰的门徒将这个代志拢甲约翰报告。约翰就叫2个门徒来，找因去见主，讲：你就是得要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这人来到耶稣遐就讲：施洗者约翰找阮来问你讲，你就是得要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拄迄时，耶稣有医好真侪身躯病痛，甲互邪神附身的人，阁互真侪失明的人会看见。耶稣应讲：恁转去甲约翰报告，恁所看到甲听到的，就是失明的人阁看见，骹歹的人行路，肉风病人清气，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阁活，散赤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福气。约翰册内的人离开了后，耶稣才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。伊讲：恁出去旷野是要看甚物？要看雨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？若毋是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？恁看穿车花的衣服、生活奢侈的人是伫王宫。
安尼，恁出去要看啥物？要看先知是无？是。毋过我甲恁讲，伊比先知搁较伟大。关系约翰，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看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。我甲恁讲，负责人所生的，无一个比约翰较伟大。毋过伫上帝国上美细的，还比伊搁较伟大。听到这话的民众甲冒失的，嘛拢承认上帝是公义，因为因有领受约翰的洗礼。毋过法利赛派的人甲律法教师拢拒绝上帝对因所定的旨意，无领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阁讲：安尼，即世代的人，我要用啥物来比拼？因亲像啥物？因亲像一群囡仔坐伫市场口，对同伴互相发：阮对恁分片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唱哀歌，恁嘛无哭。施洗者约翰来，无食饭，无啉酒，恁就讲伊互鬼附身；人子来，嘛食嘛啉，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失甲罪人的朋友。智慧是对有智慧的人得到证实。耶稣陪伴丧失亲人的人，伫人生的道路，每一个人拢无法度避免丧失至亲好友的伤痛。当你伫咧悲伤的中间，是啥物人陪伴你？你捌陪伴啥人度过哀伤？有一位姊妹几年来小连续失去2个囝儿。当我为伊第2个后生主持个别礼拜的时，引用今仔日的经文。经文讲到，一位寡妇的孤囝过身，啥呢？真侪人陪伴伊来送葬。寡妇的处境已经有够可怜，相依为命的孤囝竟然先离世，实在互人心酸。城里的人对伊的境遇深感同情，送葬的时全程陪伴。最后所看见迄位寡妇，心内充满悲悯。耶稣的行动是陪伴服侍的模范，听甲怜悯是重要的特质。圣经侪侪摆讲到，耶稣看到人的苦难，就可怜伊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动了慈心，因为爱痛者上界需要的就是真诚的疼心甲怜悯。耶稣理解这位寡妇内心的悲痛，所以行我伊，安慰伊。有恻隐之心，就是会当看见、听见，知影别人的需要，毋简单动了慈心，也伸出援手，为悲伤的人注入暖流。经文中，证人陪伴寡妇送葬的行动，也是一种的陪伴。陪伴就是愿意付出时间，带予人温暖。有时阵，当咱看到痛失亲友的人，真可能毋知影着讲啥物才好。其实只要陪伴踮因的身边，为着因代祷就可以。若是遐个爱节哀、爱仰望主，一切拢有主的美好旨意，才会宗教语言对因来讲帮助并无大。面对因为丧失亲友得哀伤的人，除了怜悯安慰、用心陪伴以外，持续的关怀也真重要。为咗伫咧治丧期间需要处理真侪代志，也着接待
前来慰问的人，无形中间可能会暂时袂记得痛苦，但是伫个别礼拜结束后，人去楼空，拄好是开始独自面对丧亲之痛、煎熬的时刻。这个时阵，爱伤者更较需要有人陪伴。伫真侪原住民族的传统习俗中，部落若有人过身，毋是干那丧家的代志，也是全部落的代志。为咗办理丧事期间，族人的申诉前往表达慰问和哀悼。教会逐工也会举行安慰礼拜，用上帝话语和诗歌抚慰家属。伫安葬故人以后，有的部落甚至也会一连串几若日的暗时，组织踮伫丧家做陪伴。通常，族人会准备木材通好香火，准备台仔米甲逐款的食物，帮补丧家伫即段期间无法度落田工作的欠缺，佮准备各种的食物，以备各地亲友前来慰问的时会需要。迄种温暖的场面，互人感动，丧家的心情也会当因为安尼渐渐得到平复，袂搁再遐尼哀伤。昨日的经文记载，奇妙的代志发生，耶稣互赶赴的孤囝起死回生，甲伊交互伊的老母。我相信有一日，咱也要甲已经别世的亲友，伫上帝国度做伙聚集，得到永恒的性命。默想安怎陪伴别人度过丧亲之痛？安怎陪伴别人度过丧亲之痛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会当诚做哀伤者的安慰者，学习为着伊祈祷，用同理心聆听，付出时间和心神，互受苦的人体会到安慰甲医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